近日伊朗嘅局勢越嚟越緊張，隨住美國佬將佢哋嘅領導人一個一個咁送去見佢哋嘅真主，天堂嘅處女嘅供應亦都越嚟越緊張。我哋今日嘅題目就係72個處女，一個令男人瘋狂嘅數字。各位試想像下，如果你係古代嘅一個戰士，喺一個熱到跳舞嘅沙漠入邊生活，每日唔係打仗就係食沙。呢個時候有人話俾你聽，只要你為咗信仰而英勇犧牲，去到天堂門口就會有72個美若天仙、由頭到腳都未俾人掂過嘅處女喺度等住服侍你。講真，呢一刻你嘅心係咪即刻快咗2拍呢？呢個就係傳說中伊斯蘭教俾殉道者嘅終極大利是，72個處女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係72唔係88？最重要嘅係，如果呢一切只係一個翻譯錯誤呢？如果你衝入天堂，發現迎接你嘅唔係72個靚女，而係72粒冰鎮過嘅白提子，你會唔會即刻想申請原地復活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一場宗教界史上最強嘅圖文不符事件。首先，我要幫古蘭經澄清翻，其實古蘭經嘅正文從來都冇提過72呢個數字，佢只係話天堂入邊有純潔嘅伴侶。呢一個精確到72嘅數字係嚟自後期嘅聖經。根據記載，天堂入面最低地位嘅人都可以擁有8萬個僕人同埋72個老婆。各位，我哋嚟計下呢個背後嘅管理成本。首先，你要幫呢72個伴侶改名，仲要記住佢哋嘅出生日期、星座、中意食物。如果你留喺天堂嘅呢幾萬年入邊，每日都要應付呢72個人嘅情緒，咁聽落呢個仲係咪天堂呢？定一話呢個係一個全職嘅人力資源部主管啊？而且喺古代閃米特文化入邊，72其實係代表極致嘅圓滿，所以其實係形容好多好豐滿咁解，而並唔係真係72一個確實嘅數字。好，戲肉嚟啦！喺2000年入邊，有一位超大膽嘅語言學家 Luxemburg 發表咗一個震撼全球嘅觀點。佢話：各位，其實你哋讀錯字啦，嗰啲根本唔係處女，係生果啊！喺佢嘅邏輯入邊係咁嘅。早期嘅阿拉伯文入邊係冇標點符號嘅，就好似一串火星文咁樣。如果我哋用當時通用嘅敘利亞語嚟讀，嗰個翻譯就會變成大眼美女，而原意其實只係晶瑩剔透，好似珍珠咁嘅白提子。想象一下，你為咗72個靚女而犧牲，結果去到天堂，天使遞俾你嘅係72粒冰鎮過嘅提子。呢度係你72粒頂級情王提子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係提子呢？各位，嗰度係公元7世紀嘅阿拉伯沙漠，嗰種渴到連尿都會想飲嘅地方，你可以食到冰涼多汁而唔使掠獲嘅提子，嗰種幸福真係唔會輸俾靚女噶。呢個時候，百厭嘅阿 J 又會問啦：天堂都冇雪櫃，何來冰鎮嘅提子啊？根據經文記載，天堂係一個全域恆溫系統，呢度冇烈日冇寒冬，永遠保持一個最清涼嘅狀態，所以天堂本身就係一個巨大嘅大凍倉。美國72粒提子永遠都會保持喺攝氏4度，口感最爽嘅一刻。或者呢個就係點解有人話追求真理最後會得到智慧，而追求聖戰嘅人最後就會得到生果。咁公平起見，我又查下究竟女殉道者會唔會有72個處男？傳統嘅教義對於女性嚟講係比較慳嘅，話女性會同原本嘅老公重聚或者變得超級靚。但係如果我哋用提子論嘅話，呢一切就變得相當公平啦。男拎一盤，女拎一盤，大家一齊坐低食提子，世界和平。嚟到呢度，另外諗起哲學家蘇格拉底，佢當年就係因為教啲後生仔唔好盲目遵從傳統，要質疑權威而被處死。如果蘇格拉底去到天堂，見到嘅係一班戰士喺度數靚女，一班學者喺度數提子，佢一定會對住佢哋講：我而家唯一知道嘅就係我一無所知。講到呢度應該明晒，其實呢個72個處女嘅講法，只不過係一堆男人嘅終極幻想，係一個翻譯官嘅美麗錯誤。但呢啲其實已經唔再重要啦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兩件事：第一，學好外語真係好緊要，唔係連死咗之後有咩獎勵都搞唔清楚。第二就係人類對天堂嘅幻想，往往就係反映佢現實缺啲乜嘢。沙漠缺水，所以天堂有河；生活艱苦，所以天堂有靚女。如果係你又會揀邊樣呢？係72個令你心很累嘅伴侶啊，
定係72粒令你心醉嘅冰提子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中意今集 J 的老友動，記得訂閱、like、share 同埋留言，咁就唔會錯過下次 J 的老友動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唔知有冇下集，拜拜。